造反者的内战，亲不亲派来分。两大造反派。这是文革中常见的情景，听我母亲讲，那时候的人都跟疯了一样，半夜3更说要去游行，噌就走了，精神好得不得了。那时候任何上班都没有了，也用不着上班，除了挨斗的人，每个人都在闹革命，每天不是这里开会就是那里开会，咚咚咚咚的，到处都在敲锣打鼓，街上都是宣传车和大喇叭，人们的口才都好得很，你说你有道理，我说我有道理，都在说造反有理。在各种标语和旗帜中，有一幅写着交通厅职工子弟学校红卫兵。我有兴趣的是那个正在奔跑的小孩，他手里拿着什么呢？既然是文斗，宣传就很重要，如一位当年表演革命舞蹈的丈人所说，当时在文艺界里的两派，一派叫做红艺司，意思是红色艺术司令部，属于造总，有西藏歌舞团、话剧团和藏剧团等文艺团体。另一派叫做523司令部，得名于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属于大连指，有话剧团、秦剧团和豫剧团。这几个剧团最早是随解放军一起进藏的，因为军队里有很多陕西人和河南人，他们要听秦剧和豫剧。两派各有各的宣传阵地，各有各的宣传队，各有各的报纸。每逢毛主席的指示下来了，就要把指示编成节目，编成歌曲，到处去演出，还要学样板戏。话剧团学的是沙家浜，歌舞团学的是白毛女，都是藏族，全用汉语演出。那时演出都是汉语，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谈不上什么少数民族语言。倒是藏剧团把《红灯记》改编成了藏戏，用藏语演出，旋律是藏戏的旋律，不过是自己编的，属于现代藏戏，但是整个故事的结构和台词都是翻译过来的。实际上与每个单位都一样，每个文艺团体都有造总和大连指，只是参与的人数或多或少。图片中的人被认出是自治区话剧团的演员，分别扮演过妖魔化旧西藏的洗脑电影《不准出声的人》农奴的角色。不知道这是自治区歌舞团还是藏剧团的演员，正在拉萨街头载歌载舞，向广大翻身农奴激情洋溢地宣传文化大革命。1967年之后，赵总和大连子正式分庭抗礼。第一回合一时夺权成功的赵总在军队压制下受挫。3月5日，以大连子为主的各界群众和解放军军人近3万人在拉萨举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大会。这个大会又称3·5大会，之后举行了全城大游行。照片上扛着写有西藏自治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的标语牌的队伍，正是大连子的队伍，在经过当时的主要游行区人民路及金雨托路，地上有标语的痕迹，墙上也有标语的痕迹。注意看，墙上的大半截标语上写着坚决支持西藏军区对极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由此可见，当时军队与被视为极少数反动分子的赵总，其实已经到了非敌即友的地步。农奴戟得名于毛泽东的诗词中红旗卷旗农奴戟之句。西藏民族学院的一部分红卫兵组建了农奴戟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属于大连子一派。另一部分红卫兵组建了红色造反团，属于赵总一派。
在文革初期皆从陕西省咸阳市返回拉萨，非常活跃，影响甚大。其中龙如己据说是在拉萨的红卫兵组织中最大的一支，成员基本上都是西藏各地贫穷家庭的子女。这些统一着装的女红卫兵正是从咸阳来拉萨大串联的西藏民族学院的学生，多数是藏人，也有汉人。他们都是龙如己的红卫兵。如今许多人在拉萨工作，已经退休或者将要退休，如今他们应该全部都已退休。这个正在引吭高歌的女子是西藏著名的红色歌唱家柴旦卓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半个世纪以来，从西藏出产的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革命歌曲几乎全由她唱，传遍西藏，也风靡中国。她是名副其实的红色经典歌曲的歌者，以至于有文章写道，每一个从60年代走过的人都无法不记得柴旦卓玛，因为她的歌声就像那个时代的血液，流淌在时代的脉搏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不正是红色恐怖的文化大革命吗？出生于日喀则乡下农家的柴旦卓玛确实是翻身农奴的代表，所以当年他感激涕零地赞叹毛主席啊，红太阳，救星就是共产党，翻身农奴把歌唱，幸福的歌声传四方。如今他无限深情地倾诉，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他们的名字叫中国。左臂带着龙如己红卫兵袖章的柴旦卓玛此时30岁。1964年，他以一首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在大型音乐舞蹈剧《东方红》中一鸣惊人，从此成为党的御用歌手，官至副省级。从他戴的红袖章看，说明他是大莲子一派。照片上与他合影的是从中国各地进藏的红卫兵小将，但不知是从北京还是从哪里来的，个个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被年轻男子抱着的小孩是谁的孩子呢？据说这些人是拉萨附近农村的群众，有说是冲赛康居委会下属的卫东公社的农民，大都种菜，也有的种青稞。把手伸进嘴里的男人是在蘸口水，准备向那些伸手讨要的人们分发革命传单。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